都人间福地，一家夜游真是乐事啊！千顷为舞台，长堤千米为见证。我们姐妹俩初来杭州，小官人可否领我们游玩下西湖？千年白蛇传说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能在我和小白相遇的西湖看电影首映，各方嘉宾再聚首。姐姐等我，小青来了。如此盛会，怎么能去了我李公府？哟，不知道会上演什么好戏呢？沉浸西湖之中，看西湖浪漫传说，在浮生中一起感受。浮生千万变，你我共此时。相公，娘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找人唤我回家。首映盛典要来了。淡妆浓。今天晚上在这里，我觉得大家真的度过了一场如梦如幻的观影，很开心能够和大家共度这个美妙而又浪漫的夜晚。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以及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蓝雨。刚刚看过的电影，大家喜欢吗？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哪里？献给我们所有的幕后英雄们。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欢。其实作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无疑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这是咱们全球观众的第一站，所以是种子观众。这个电影好不好看，我相信刚才大家发自肺腑的掌声和欢呼声已经证明了，对吧？所以接下来需要你们去口口相传，去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伙伴、家人、同学，来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你们愿意吗？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对于浪漫爱情的追求，还有传统文化的解读呢，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所以此刻我们在西子湖畔一起来观赏这样特别的今晚的一种电影的浪漫体验，真的可以说是千年等一回。那《白蛇浮生》呢，是发生在咱们杭州的一个浪漫的爱情的传说哈。我们把全球首映的盛典放在这里，真的是恰如其分，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对吧？所以你们也真的是最幸福的观众朋友了。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所有主创、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把咱们的中国动画电影再推向更高的层次，好吗？今天通过这个活动，也把咱们这份东方浪漫给传递出去。那电影《白蛇浮生》呢，由上海追光影业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如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出品，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发行，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发行。感谢。谢谢，让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出品方，也谢谢各方的努力，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部佳作。那从缘起到劫起再到浮生，我想问现场有多少白蛇系列的粉丝影迷啊？来举举手，举举手，我看看。都是啊，我看到都是。我相信今天晚上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心情很特别的，因为这是白蛇系列的正传和中篇了。希望能够通过全新的方式为大家来讲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不耳熟能详的白蛇故事，留下独属于这一代观众的最特别而又美好的记忆。没错，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哈。去年暑假大家看过一部影片吗？叫《长安3万里》，来看过的朋友鼓鼓掌。谢谢你们，这观众太好了，所有的观众都被那样的画面给触动到了，我也是一样哈。在这个《长安3万里》嘛，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情画意的。今年的七夕，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那就是看什么？看我们的《白蛇浮生》，一起来
感受浪漫唯美的宋韵之美。那也要感谢绝光动画跟我们完成了1年1约。那这部影片呢，将在8月10号，也就是七夕正式全国上映同时呢，在8月3号和4号开启全国的限时点映。那作为最幸福的观众，也就是你们，一定要多多推荐，因为你们的推荐对于我们助力咱们中国动画电影真的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感谢你们，谢谢。今天我们的电影和活动呢，也得到了我们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鸣谢的是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还有我们的场地支持印象西湖。对，我们把环湖场地不会有如此棒的观影体验，谢谢。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到的是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广胜，为我们的活动致辞，有请。在我记忆里，这个是我最晚讲话致辞的一个夜晚，好像是10点半了。但是大家看了今天的首映都意犹未尽让我确实感觉到今天的片浮生千万变，你我共此时。我是有个稿子的，但我想今天这个场合已经不适合念稿子了。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应该，我想曾经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但这个世界又很小。我们的岁月很长，但我们的岁月又很短。人生无处不相逢，但其实我们的相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今天这个夜晚，我想时间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要代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向我们全国各地来到杭州的广大影迷表示最诚挚的欢迎。我想更要对我们今天晚上最精彩的首映表示热烈的祝贺。哎呀，其实我觉得白蛇这个故事在我们中国的唐朝就已经有《白蛇记》了，而在我的记忆里，当时冯梦龙就写过白蛇的故事。到了清朝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医妖传》。当然，在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仁、各位影迷，我们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新白娘子传奇》。我们赵雅芝、叶童老师的演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大家记忆犹新。但是，我又想，我们的经典流淌在时间里，而我们的时间也总是最好的证明经典。但是时间也永远在期待着下部经典。而今天晚上的首映，我想我们信心满满的可以呼唤新的一部经典诞生。因为已经很晚了，本来我想时间讲的稍微短一点，但是刚才说爱情之都我觉得浙江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们的白娘子和许仙，其实早在当年的范蠡和西施也是在浙江，还有我们的陆游和唐婉，还有我们的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在浙江，都是在杭州。我想，杭州和浙江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们杭州和浙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旅游，欢迎大家来创业，同时欢迎大家在杭州遇见爱情，在杭州
感知真情。今天晚上还是我们跟着电影去旅游的启动仪式。我想浙江也是一个我们中国规模最大的影视基地。我们是剧出自浙江。我们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非诚勿扰》，比如说《卧虎藏龙》。但是我想，浙江它的电影、它的影视，也是一部的接一部。我想大家跟着电影来到浙江，浙江随时恭候大家的到来。在浙江，我们看电影，在浙江感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最后，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白蛇浮生首映成功。我们再祝贺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厅长。你有没有感受到，听陈厅长发言，我也能感受到他绝对是一个浪漫的厅长，懂浪漫的厅长。再把掌声送给陈厅，谢谢。谢谢您热情洋溢又富满诗意的一番致辞。当然，其实说到我们的白蛇系列的电影，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也会萦绕一段旋律，那就是小白和许仙泛舟西湖之上吟唱的那首《何须问》。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就让我们有请一众惊喜嘉宾为大家带来特别版白蛇系列的定情曲《何须问》，请欣赏。我虽然是个最弱最小的妖，但我会拼尽全力去保护你。如果时间容不下我们，我们就一起去这天地的尽头，八荒四海，总有个容身之所。妖怎么了？我和阿轩都是妖怎么了？我和阿轩都是妖怪，还不是舍了性命救你们？少年人，我也年少过，轻狂过，放纵过，到如今也留下诸多遗憾。你要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后悔。君不见东流水，来时无踪迹，一去无求。君不见城上人，听鸣陌山居，
要付更重。姐姐，为了修仙得道，因我苦苦修炼数百年，眼看就要修得正果，就这么放弃了吗？就算你找到他，又能和他厮守多久呢？世间最苦最怨之事，莫过于求而不得。就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还是想叫你一声弟妹妹。为了这个他，中断了修行之路，值得吗？我家娘子虽然是妖，但我们情谊相投，她对我恩情深重，从不曾亏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许仙无能，但求能报此恩情。愿我们远离一切神妖纠葛，在这平常人间平安度此一生。我夫妇二人，许仙、白娘子，天地鬼神为证。谢谢，请我们的幕后英雄各位配音演员呢留步，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场上的这5位，谢谢你们，同时也借各位的掌声创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电影《白蛇浮生》监制余舟，导演陈建喜、李家凯，制片人曾凡玉，音乐总监郭好为，以及已经在我们舞台上的各位配音演员。配音指导及许仙的配音演员杨天祥，小白配音演员张哲，小青配音演员唐小喜，李公甫配音演员张赫，宝清房主配音演员郑小普，欢迎各位！再次欢迎各位，我们请各位来跟我们现场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于总先来。大家好，我是余舟，欢迎大家。导演陈导。大家好，我是《白蛇浮生》导演陈建喜。大家好，我是《白蛇浮生》导演李家凯。大家好，我是《白蛇浮生》的制片人曾凡玉。浮生的作曲音乐总监郭好为。大家喜欢电影中的音乐吗？再次把你们的掌声、欢呼声送给郭老师的创作。来，我们有请天祥。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杨天祥，在《白蛇浮生》中为许仙配音，同时也非常荣幸是这部电影的对白指导。欢迎天祥，天祥，你能不能用这个许仙的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感谢诸位来西湖跟我们一起看《白蛇浮生》，许仙这厢有礼了。这是来自许仙的邀请哈，不得了，穿越了，献丑了。张哲，相公，到我了。是。各位官人们好，我是小白的配音演员张哲，很高兴能在西湖河畔与大家相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小青的配音演员唐小喜，很高兴大家能来西湖观看我们的《白蛇浮生》，谢谢大家。各位弟弟弟妹妹，欢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公甫的配音演员张赫。好。哟，来了这么多客人呢。大家好，我是宝清房主的配音演员郑小蒲，谢谢大家。精彩哈，这就是声音的魅力，它可以通过自己声音的演绎，把观众快速的带到剧情里面。再次欢迎各位主创。
我们也看到了哈，各位主创手上呢都有一把伞。哎，这个伞呢不光是咱们这个许仙和小白的定情信物，也是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存在。我们接下来请各位主创一一为我们打开，因为听说里面有秘密，有关键词。首先有请我们的余舟先生为我们来展示，您这把伞上面写的是新传说。好，给我们解读一下。新传说呢与新生版还有新文化呢是追光作品的3个系列。从我们成立以来呢，就是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更好的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来传承、来发扬光大优秀的中华文化。所以呢，我这里边就是新传说。去年呢，我们是提到这个《长安三万里》也是新文化的一个开篇。它呢讲述了李白、高适、杜甫大唐诗人的故事。今年呢，我们希望能用《白蛇浮生》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浪漫传说，中国人的都有爱情故事。好，谢谢大家。谢谢余舟先生。1年1部是追光动画和观众的相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追光动画在用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推动我们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让我们全场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追光动画，送给我们那些银幕上的美好的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陈建喜导演，你的伞上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好，动画练得怎么样？等一下听一下就知道。我觉得是，大家看到吗？好，自己看到了，哎，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是性感受。新感受。谁在模仿他说话？性感受，但感受是真的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好，新感受，在我们白蛇浮生故事里面，就是在元宵的开始，也在元宵的结束。1年的节日经历了很多事情。不要笑。我们要掌声鼓励一下陈导。很多事情，我们希望观众可以，更加享受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感受，记住这个美好的感受在我们的浮生里，可以在许仙的爱情里面，还有我们故事里面的所有角色上面都可以得到一个新感受，请大家可以享受我们的新感受，谢谢。谢谢导演，爱你，我也爱你。谢谢我们陈导的这个发言，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他对于这部作品的热情和真诚啊，都融在了里面。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导演李家凯，来给我们展现一下您这把伞上面的关键词是。好，来打开一看，新尝试。哎，给我们解读一下。白蛇浮生应该是追光动画在喜剧元素上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因为我们觉得生活肯定不是苦闷的，小白的旅途呢也不是苦闷的，也希望观众可以在宋韵市井里去体会浮生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家凯导演。2位导演合作的特别愉快、顺畅，而且默契。看他们俩现在一致的体型就能够看得出来。我是能听懂他说话的。因为陈建喜导演呢是来自中国香港，他们2位呢也是在不断的用心的创作，为大家呈现《白蛇浮生》。因为他们曾经也是白蛇系列的影迷粉丝，所以饱含着深情创作了第3部作品。让我们全场把掌声送给2位导演倾情的创作，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制片人曾凡玉，你的伞上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哦，我伞上是新传承。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好的，我们通过这一次的电影创作呢，我们都接触到了一个更立体、更丰沛的宋韵文化。宋代呢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高速发展的朝代，所有的书法跟绘画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然后在这次我们电影《白蛇浮生》中，我们也将这种淡雅雅致的风格加入到了所有的颜色还有元素设计里面，来传承这种浪漫精巧的国风宋韵。谢谢我们的曾凡玉制片人。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总监郭浩伟老师哈，打开您手中的伞，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您的关键词是新缘分。新缘分。
刚才看何旭问的表演，其实让我非常感慨，因为何旭问是我6年前创作的曲子，然后在浮生当中再一次呈现。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和追光动画一路同行的见证。然后这一次我们又合作了一首新的主题曲《浮生一白》，然后这首歌里边呢运用了戏曲等不同的元素来表达愿爱一人无悔无怨的浪漫啊。那然后还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去发现啊。谢谢郭老师，我们也期待着今晚在我们首映礼的现场能够听到《浮生一白》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有请我们的配音指导，也是许仙的配音杨天祥来打开手中的伞。好，大家看到了是无畏2个字。那我觉得不管是许仙还是许宣，他们2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为爱无畏，他们2个都是非常纯粹的人，无畏无悔。那这么多年来，追光其实呢也是在动画创作还有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很多新的探索。这种新的探索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无畏的精神的。那在这里，我希望追光能够再创佳绩，再创辉煌。谢谢天祥，追光继续无畏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小白的配音演员张哲打开手中的伞。是无悔2个字。其实，在小白的台词当中，有3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记得。那小白为什么他穿越了500年，甚至说放弃1000年修行，都能仍然无悔和仍然记得？我觉得是因为在这浮生如梦的人间，他得到了一份让他无悔的真情，也得到了一个让他无悔的人。所以，当然，小白也在这一份无悔当中获得了他的成长与改变。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配音演员是唐小喜，您的伞，看看上面的关键词是。我这里的关键词是值得。大家看电影一直都会被小青问到值得吗？值得吗？这是他一直在问的话，其实是小青的疑惑，也是他的思考，也是他的成长。然后呢，也是他身为妖感受到了人的真情，的一种摇摆。所以呢，对于参与到这部电影，然后能够配小青这个角色，让我也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看待事件的方式。因此，我觉得值得。用姐姐的话说，记得就好。谢谢大家。谢谢小喜。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理工府的配音演员张赫打开手中的伞。好，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词语就非常的，这2个字念什么呀？浮生。电影叫什么呀？浮生。对，非常点题啊！我这2个字。这个理工府啊，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剧中的喜剧担当了。当然围绕他有很多的这个亲情的这个线，家人对他来说是一种羁绊。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家人都是一种羁绊。怎么说呢？这个浮生若梦，处处皆有人间烟火。谢谢大家。谢谢您。接下来请到宝兴房主配音演员郑小普来打开您的伞，看看上面的字儿是。大家看到这个伞上写的是万象啊。宝庆房主在白蛇系列中一直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存在。在他漫长的妖生中，他不断地扮演着各式各样的众生百态，看尽了世间万象。但即便是这样的他，依然会被小白和许仙的真情所打动，巧施援手。或许真情虽然没有技巧，重要的法宝。谢谢。谢谢。现场有多少最爱宝兴房主的朋友？有吗？谢谢。粉丝量巨大，很多朋友都在呼唤，能不能出一个宝兴房主的自传，是吧？能不能？未来再揭晓，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来，那让我们请各位主创也一起来拍一张合影，一起留念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掌声，谢谢他们所为这部电影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看向前方。是的，我们中国动画电影越来
来越好啊，离不开每一位的创作，这些年的在专业里面不断的推进哈，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白蛇浮生》这样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呈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再次感谢，谢谢，再次谢谢各位主创，谢谢回席落座，谢谢各位。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我相信在电影当中呢，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宋韵文化的魅力。那么杭州呢，既是白蛇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宋韵文化传承和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2位专家学者来为我们解读《白蛇浮生》是如何用动画制作技术在创新当中来弘扬宋韵文化。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南宋历史传播大使何忠礼先生，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何教授。欢迎您，何教授，请您来分享。在座的领导以及各位观众，时间已经不早了，所以如果我特稿讲的话，那肯定是呢，是不行的。那么我呢还有个稿子，那可能在座位说了，你刚刚看了这个电影怎么写了稿子了呢？原来呢，我1个月之前呢已经看过一次了，看过回去以后呢写了个感想，现在为了节省时间，我把这个感想呢念一下。我很喜欢看动漫电影，从早年的大的儿子和小的爸爸起，直到呢最近的长安3万里。但是呢，与今天的这部这个《白蛇浮生》相比呢，我深刻的感到，他看得很激动，也很有烟火气，看起来是童话，但实际上呢，它同生活是很密切的。这部电影呢，将爱情、传奇、动漫、宋韵文化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既有美的享受，又有教育意义。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了徐一白2个人千年等一位的真挚的爱情。我们说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看了以后，心里一定呢也有所感动的。当然，我老年人已经没有什么感动了啊。他呢，把历史上的有关的关于白蛇传的传奇故事，刚才我们庭长同志也讲了，这个白蛇传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它的这个故事了，一直到了宋代，一直到了宋代末年，一直到了清代，啊，那么他把这些呢传奇故事呢给它串起来，啊，造一些呢最主要的这个观众能够欣赏的得意的点呢，动漫的形式，再加上呢一些真人美的元素，这个电影呢可以是气势磅礴、美不胜收、营养生动。那么电影中呢，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同志也讲了，啊，有很多的宋韵文化的元素，像西湖啊、龙舟呀、团教呀，这个吃粽子呀，啊，过什么元宵节呀，过这个吃团子的这个那个清明节呀，中秋这个端午节呀，啊，还有呢这个婚姻的习俗呀，都里面呢有宋韵的文化点这个反映，
还有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语言，应该说不是无边论造的。尽管是童话，但是它是相当的真实，相当的真实，非常的好。作为编辑来好，作为演员也好，他们都是花了一番功夫的。所以呢，我跟到这部这个白蛇浮生呢，是一部很好的这个动画片啊，非常值得呢大家去看一看啊，选择一下啊，让这样的优秀片子呢能够呢在全国多生产几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何教授的分享，期待着您整理成论文发表。感谢何教授啊！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是浙江人。哎，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电影好看的，特别杭州人会前面加一个词叫毛，哎，毛好看就特别好看的意思。所以谢谢我们刚才何教授毛精彩的这个发言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百家讲坛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根哲于教授。也来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吧，有请于教授。好，谢谢大家。我从长安来，这个我非常荣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啊，咱们追光的这个《长安3万里》这个节目，当时呢，这部影片当时首映式是在长安，也就在西安举行的。然后当时我也有幸参加了，今天呢，我又有幸参加了咱们这个《白蛇浮生》的这个首映式。我有个感受就是，追光越来越好，片子越来越精彩。要我说的话，如果让我跟观众说一句什么话的话，我就想说，2023年您看的是《长安3万里》，2024年你不应该错过的就是《白蛇浮生》。谢谢您。我这部片子给我一个是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追光的风格依然如旧，就是它，第一，它故事的情节非创新，而且又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同时也继续贯彻着高标准的这个水准。你比如说。长安3万里展现的是唐代的文化特点，唐代的文化特点要我用2个字来总结的话，就叫浓烈。所以你看那个色调，那个器物等这样的展现出唐朝那个浓烈而奔放的文化。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这个电影上来说，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宋朝的2个特点也是2个字，风雅。而且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追光就特别注重这个细节，从那个《长安3万里》就能看得出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有点职业病啊，我看任何古装的，我管它是人演的还是动画的，我都喜欢在里边挑刺儿。但是坦白的说，追光的刺儿挑的能挑的很少。你看那里边有好多细节，你比如说出现了宋朝的银两的时候，它是个那个束腰形的那个银挺的形状，而不是那个什么银元宝，因为银元宝在宋代还没有。你比如说出现茶碗的时候，它是宋代的那个兔毫碗。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茶碗旁边放了一把竹子做的那个茶筅，这个东西，还有包括那个衣铺开张的时候出就用的铜人，这都是宋代才有的东西。当然了，这些东西可能观众不见得认识，也可能也觉得没有兴趣。但是你要知道，无数细节堆砌在一起，它会创造一个什么？它会给你创造一个宋朝的味道。就像我们游览西湖。看完了之后，很多人看完了之后回去，他仍然分不清哪个是苏堤，哪个是白堤，但是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杭州，就是西湖很美丽，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匠人精神，然后才能给我们培养出然后在我们面前才塑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宋朝的这个韵味。我特别希望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名城、名山、名湖一定会有名师、名人以及著名的作品的这个加持。我们说到庐山，就会想到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说到长安，想到的王维的“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说到西湖，原先我们想到的是苏轼所说的那个淡妆。那么我希望在以后我们再说起西湖的话，我们想到的是白蛇浮生。谢谢大家，谢谢您。哎呦，这个咱们于教授带着这个挑刺儿的眼光来看电影，结果无可挑剔啊。对，现场就给我们来了一堂百家讲坛，对吧？也期待着2位教授能够和我们前排的各位创作者能够继续的交流，来分享在电影当中呈现的宋韵文化的魅力。谢谢。其实呢，在电影当中呢，还有
一首歌是展现了我们的中华戏曲。刚才郭老师有提到，就是《浮生一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浮生一白》，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一起来欣赏。白娘子为许仙中断修行之路，选择与他在人间相守一生，值得吗？人要如何长相厮守啊？
来的那一幕美不美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大家好，我是陈浩宇。在这儿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君君啊，无论从刚里面有很多戏曲元素，再结合我们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戏曲元素，那咱们的君君呢，作为戏曲文化的传承者和助推者、传播者，哎，你此刻的感受是什么？跟我们来说说好吗？《白蛇传》本身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戏曲故事啊。田汉先生曾经写过京剧的《白蛇传》，那像我们昆曲、越剧、川剧等等剧种都也有非常不错的《白蛇传》的版本。那在我们的电影《白蛇浮生》中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戏曲元素。宝清坊排的大戏受到了很多百姓的流连忘返，呼声不断，就是因为宝清坊的这个时空设定是非常自由的嘛，所以里面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昆曲的曲调。然后除了戏曲元素，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各种时节、江南民居，还有繁华的南宋街道。我觉得在一部动画电影里面出现这么多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符号，我觉得是街道。我觉得在一部动画电影里面出现这么多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符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我觉得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去看见。谢谢君君，看来看得特别的用心，当然也感谢你一直对于传承我们传统文化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来听听浩宇观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应该要非常感谢白蛇浮生剧组，首先邀请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丽君一起合作，让我们一起有办法来唱浮生一白这首歌。然后其实因为我是90后嘛，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赵小芝老师跟叶童老师的《新白娘子传奇》应该是我暑假非常重要的一份回忆。然后今天我也感觉自己好像也加入了说要继续传承白娘子的这个白蛇传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是希望说白蛇传这个故事不只是80、90这一代人的一份重要的回忆，也可以能够成为现在00后大家心中属于东方的一份浪漫的神话。然后所以在这里祝愿白蛇浮生票房大卖。谢谢浩宇的祝福。刚才浩宇说到这是90后共同的记忆，两位呢正好都是92年生人，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同龄人，就那一年。而且说呢，这个《千年等一回》也是我们这一次电影的片尾曲，所以今天在西湖之畔，就让我们再次重温美好，让我们耳边再次响起熟悉的旋律，《千年等一回》。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小娘子，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泪，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划对一条花样。
相处的娘子。娘子，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我家娘子虽然是妖，但我们情意相投。现在就让我们全场用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欢迎赵雅芝老师、叶童老师，欢迎两位。这属于回家了呀，二位，欢迎我们的白娘子和许仙。我们的欢呼声持续一点，好不好？欢迎两位，很开心啊，很凉的地方，杭州西湖真的很美哦。没错没错，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首映大家晚上好。
哇，我觉得此刻我们跟2位老师一样的，内心有很多话想讲，因为好像一下子又穿越到了那个暑假，那个传奇，因为2位老师的演绎变得如此的鲜活哈。想问一下2位老师，特别是赵雅芝老师，回到咱们的杭州，身后就是西子湖畔，此刻有什么想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说的？最直接的内心的表达是？对呀，每一次回来都觉得杭州越来越漂亮，而且每一次回来都有熟悉的感觉，那种浪漫的感觉扑面而来的。我们也听一听赵雅芝老师，您观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分享？好的，大家刚才看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些场面令到大家开怀大笑啊？有是吧？有没有一些地方潸然泪下呢？大家喜不喜欢？大家跟我一样，我看这部戏的时候也是有大家共同的2点哦。我看完之后呢，我非常喜欢，我也觉得这部戏用一个这么浪漫的方式来讲出白蛇的故事，可以让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对《白蛇传》这一部可以说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经典爱情吧，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在这部戏上映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进影院里面多多支持一下哦。听我们白娘子的好吧？谢谢，得到白娘子的认可了。那许仙呢？您怎么看？许仙，我觉得这一部《白蛇浮生》画工真的很精美，创意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感。最特别的就是我发现，娘子，你的魔法越来越厉害了，有升级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这一部动漫的确是适合情侣们来看，因为很浪漫，而且也适合一家人来看。小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大家都会看得很开心。这是一部传统的戏剧，所以就适合一家大小都来看。谢谢2位，哇，这个才是真正的官方认证啊！这个白娘子和许仙亲自邀请大家来看《白蛇浮生》。没错，我相信此时我们还想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呼声，请上我们的陈浩宇、陈丽君登台。来哇！我们一起来见证4位的同框，大家想看吗？真正的白蛇情节和白蛇传说还在延续啊！有请。 4位齐聚我们的舞台，真的是一相逢。我们想听2位来说一说，有没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浩宇，有。哎呦，这已经掩饰不住要笑出声来了，有点害羞了啊。其实，我之前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对朱老师各种的，就是白娘子的各种结印的手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以前都是自己偷偷学，所以今天觉得都在现场都见到了，是不是可以偷偷向老师请教一下？当面请教了哈。想学法术是不是？还有想学的朋友吗？啊。赵雅芝老师，这个法术可以现场教的，对吧？不用很多年、千百年学一个法术吧？可以的，可以现教现学哈。好。那我今天就要用一个票房大卖的法术，好不好？好。这个法术厉害了啊！这个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特别我们的出品方啊，要跟着一起学哈。来，我给你拿话筒。好，准备要施法了哈。好，来，我们首先就是白娘子一向都是这样的，要施个法术，然后来个云手，然后票房一直红红火火，一直上升，然后来票房大卖。太唯美了吧！名场面诞生了。浩宇学会这个法术了吗？学会了。然后对，祝
白蛇浮生票房大卖。谢谢我们的白娘子啊！我看到大家都在现场学哈，那个画面很唯美，最终两人还同心永结了，票房大卖的同时不忘记自己身边的许仙，还时刻惦记着，这就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君君，你看浩宇实现了他心中小小的愿望，那君君你此刻有什么心愿吗？就是从小都看《新白娘子传奇》，然后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是就是有点激动哈。然后小时候一直觉得剧中的许仙很有戏曲范儿，然后想问一下叶童老师，是不是有专门学习过戏曲呀？遗憾我没有真正的学过，可是我也有关注你的君君。哇，君君这个，因为我觉得他的毅力对艺术的要求，然后我看到他很用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个作品，给我很多的鼓舞，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所以其实我应该跟你学习才是。哇，所以是艺术上的追求和态度也打动到叶童老师哈。既然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看看两位是不是可以现场交流学习一下的。我们请君君就做几个戏曲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些动作，然后请叶童老师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我试试看。好呀，因为我在粤剧里面也饰演那个许仙嘛，那我就做几个粤剧里面许仙的动作，好不好？我先过来。好，两代许仙要交流一下啊，开个小灶。就是想当初与娘子同舟湖上。我想问一下，你练了多久了？练了几年啊？练了17、8、9年。哇！那我现在1分钟去练啊。真的是一个挑战了哈。来，再一次。来，我们进入丽君的速成班啊。想当初。哇，神韵在了，相当唯美。太棒了！没有，因为功力这回事真的很容易会看得出来。不过大家对我的包涵，所以也是君君老师教得好，所以点评嘛。谢谢叶老师。这个绝对是名场面了，两代许仙学戏曲啊。我们还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切磋啊！对。那么今天4位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我还想替大家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因为现在我手上呢有一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非常经典的我们的头簪。那不知道今天在现场，我们的许仙叶童老师能否再次还原这个一下？珠钗，这个珠钗是我的娘子，你从哪里捡回来的？我要还给您，物归原主啊！谢谢你，物归原主。娘子，这可是你的珠钗呀。对，这是我的。你从哪里丢的？你一路上你的东西都不好好的保管，你一路上丢东西的嘞。哦，我以为一直在我头上呢，真的丢了。我来帮你戴上好吗？谢谢官人。你先帮我拿着话筒。我来。这才是爱的见证呢。许仙，看看怎么样？当然好。谢谢官人。谢谢，漂亮，谢谢两位，真的是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圆梦了，对不对？我们的戏剧重演，让大家很有感觉。那段戏就是我们结缘的，我们开始相遇的一场戏。这个娘子故意的把东西丢在地上让我捡。如果没有这个开始的话，就不会有这一些浪漫的传说了哈。谢谢二位刚才的演绎啊，一些把我们
带回到那个穿越的时代，我们仿佛又一起沉浸在白蛇的世界里面。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白蛇故事和白蛇的情节，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是对美好、对爱情、对浪漫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今天呢，此刻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主创以及出品方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大家一起共聚，继续来说好我们的白蛇传说。有请追光动画于中、万达电影陈芷溪、猫影业关旭、中影集团傅若清、万达影业杨海、横店影业王博全，有请各位来到舞台。有请我们各位主创、各位领导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以水代酒，我们来敬着千年的浪漫，同时也祝我们的电影票房大卖。来，我们好，此刻呢，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仪式环节啊！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我们仙白的大婚的海报啊，所以呢，我们此刻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共同举杯，也一起来祝福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好，好吗？来，我们有请追光动画总裁于周先生来领读我们的祝词。浮生千万变，故事永流传。纵然浮生如梦，百年如露。此情也当海枯石烂，让我们一起敬浮生，敬浪漫，敬仙白，敬千年传说。来，我们同饮此杯，以水代酒。当然，我们也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留下这珍贵的一刻。看向我们，头一起来完成一张大合影。对，把我们的酒杯都举起来哈。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白蛇浮生》票房大卖，好吗？来，3、2、1，白蛇浮生票房大卖，息息相见。谢谢。好，感谢有请工作人员撤一下我们的道具。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千年等一回，迎来今朝相逢。今天晚上烟花绽放，绚烂如梦。就让我们在浮生当中去找寻最美好的记忆，也让我们相约七夕白蛇浮生电影院见，朋友们，电影院见。谢谢各位的到来，朋友们晚安。谢谢大家的支持，请多多推荐我们的电影，感谢各位，祝各位晚安。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大家回到座位上，我们所有的主创跟大家合一个影，好不好？我们的摄影师会在这里跟所有人一起帮着合一张影，好吗？留下这一刻，现在时间已经11点半了，如此浪漫的时刻，应该留下这宝贵的一张画面。好，来，我们邀请各位，我们各位主创一起到这里，转过身来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一张大合影。哎，刚才大家是不是都亮起了手啊？让我们再次亮起手机
击闪光灯好吗？来，一起合影留念。来，我们请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合影留念啊！今天晚上这张是属于非常浪漫的合影了。准备好了吗？闪光灯亮起来了吗？让我看看现场，我们闪光灯亮起来了吗？太棒了！好，我们看向哪一个摄影老师呢？举手示意一下，好不好？来，哎，我们的电影是7夕放映，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比个心，好不好？每人比个心，大家一起比个心。浪漫的杭州，浪漫的电影，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比个心，好不好？每人比个心，大家一起比个心。浪漫的杭州，浪漫的电影。好 ，OK， 感谢，请大家有序退场啊！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的支持。